你話計速度活力，當然佢有遠勝法蘭道啦嚇。咁希望佢可以善用到自己嘅強項、自己嘅長處。蝴蝶俾到埋啦，哎呀，空晒右腳拉到埋，啱閂得切 ，OK。後啊呢個，你睇下壓得好前啊，咁啊爭在而家我哋香港隊攞到波係點樣打翻出嚟嘅啫。左腳呢個北軍埋去，嗱攞到個波解圍，睇會唔會都會越嚟越多啊！佢哋見到少少窿罅位都會翻晒啲位，對好翻晒啲位。再粒高波埋先啊！咁啱啊，揾到個走出嚟。哎呀，我都話佢啲波好多時已經係傳入嚟，烏啲就反而扯遠處位置就啱，對方都好緊要啊！咪落翻晒去先啊！而家我諗安永街都會咧就再鬥心些少添啊！孫明謙就打過偏右手邊嘅位置啦，再後啲咗個阿華頓添嘅，即係而家阿華頓同埋孫明謙咧呢個防守嘅陣式都偏右手邊多啲。再諗到上嚟自巴文，好啦，阿華頓開始就向翻前少少位置對翻住個位，錯發高波 set 個二傳冇問題，快步清走李小恒，再 set 個側邊嘅波傳埋嚟啊！不過射波都要小心啦，出聲啊嘛要啊！咁防守差唔多類似就4-4-1㗎啦嚇，埋先係啱頂翻走先，仲有呢個鐘樂安 OK 嘅頂翻走先啦。而家嗰啲高波會多咗㗎，尤其是啲中堅球員啊，要謹慎啲啊，因為好多時你睇喺中間啲位置，佢哋踢唔到埋嚟，都係運用去邊啊。都係卡斯嘅高波 OK 啦，呢迎面而來啲高波唔係太驚你啊，講得其實就再頂。哎呀，彈到地添喎 ，set 翻轉嚟諗，嗰個要走動多啲啊，要乜人比較緊啲啦。波攞到㗎啦，但有冇計咧？傳入嚟揾唔到射波啊，傳咗好多腳㗎啦。好啦，足夠人喺度㗎，小心㗎啦，吸翻轉頭右腳個波彎到埋去遠處位再 set 危險。最後呢個波就俾佢搏到啊！咁樣 set 埋嚟，10號嘅拉基賀新嘅入波啊，慘啊！呢個波咧 set 埋嚟嘅時間亦都係夠快啊，佢起碼出腳。好啦，1-1啊，重新嚟過啦嚇，拉基賀新嘅入球協助作嘅孟加拉追長傳轉向啦，空晒個波 set 埋嚟，配合到啊，佢係飆得好快，真㗎拉基賀新。咪先係法謙馬左擺右擺，擺脱咗艾華頓，送長傳呢邊伊斯林 set 到埋嚟，然之後插埋去，兩個夾一個，先有機會出現一啲戲劇性嘅畫面啊嚇！轉身再避過兩關先啊，嚟自一隻伊斯林再回翻轉頭，左邊艾華都係負責頂翻住右路嘅防線先啦，因為可以方便由魚子收翻埋啲啲咁多得。3號鋒利兩個高波笠到埋嚟，過唔到一隻陳俊一先，攞翻上個波去埋㗎啦，叫到添啊！哎呀，可惜呢球波啊！係啊，但係呢就腳面啊，彈個直線埋去就冇用。係逆轉咗㗎，就算1-0都好，打少一個時間咧，都係會逆轉㗎啦。咁如果打和的話咧，咁啊講到會有8分嘅，咁孟加拉會係2分。咁至於新加坡就5分啦，印度2分啦。咁啊，新加坡對嘅托普打到箭頭添㗎啦。21歲嘅前鋒啊，亦都係人生第1場嘅國際 A 級賽事，高波笠到埋去，門將出嚟，黏實線啦，嘉榮。好多少都好過冇分啊！搏埋呢段去，安永佳夠唔夠快？啊，唔夠快啦，因為個波始終都係大力個頭啊，晚晚都已經係個龍門呢個禁區佢立晒㗎啦佢。係，咁如果呢個比數完場，無論如何啦，講到都中。新加坡如果贏到印度就會追平啦，個分數就會2隊8分啦，就變咗冇咗分數優勢，但都只得路會係同分之一。咁啊，總之每一場賽事都難打，哇！呢一組好混亂其實。係啊，印度又冇想象中咁強，因為本身印度應該最強嗰隊嚟嘅。好啦，轉身又去到，咁啊嚟自查祖利啊嚇，回翻轉頭先。係咪 send 高波長傳埋去？哎呀，冇問題，頂得住先啊！好嘢呢球波啊，防守。呢個波都冇。再一個遠射，改變少少方向，球速啊偏慢，益晒門將謝家榮。呢個波。
罰球，黃威你去搞啦！哎呀，太深啦呢球噃！快啲翻後啦！快啲翻後，快啲！咁啊，由頭到尾都好多強會有一啲線步嘅情況啊！再打彈地，攝人你先，小恒安全起見，踢出邊線。烏甸啊，手榴彈炸到埋去，哎呀呢邊浪順左腳拉射，拉基河山啊拉走咗先啦。個波又先開紀錄，咪之後76分鐘啦，周元德就兩黃紅被逐離。